大家好，我是慧慧。朋友约吃槐花饭，不禁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。于是，在朋友的指点下，匆匆地来到了这片稀有的槐花林。正值槐花盛开之时，高大的槐树上香迎坠玉，空气中弥漫着素雅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记得小时候经常会爬上槐树，一把一把地吃槐米。将开未开的槐米最好吃，因为其精华还没有被风夺蝶采。不过今天的槐花多数已开，兴奋之余采了一大筐，耐心地除去花梗和叶子，随着雪白花瓣的飞舞，香气醉人。用盐水稍微浸泡一会儿，冲洗干净，沥干水分就可以使用了。今天我们来介绍槐花的两种吃法。槐花炒鸡蛋是众多槐花吃法中最简单的一种，鸡蛋和槐花的比例没有讲究，喜欢槐花就可以多放一些。调料也非常简单，我只加了少许的盐提味，从而保持槐花本身的清甜。槐花的吃法很多，最传统的方法是蒸槐花，也可以做槐花饼、槐花发糕、槐花饺子以及槐花素包子，反正怎么吃都唇齿留香。总之，它花开宜人，消暑安神，是一款非常治愈的食材。朋友是将蒸过的槐花用蒜蓉、辣椒香炒了一下，非常的美味。下面我们再来炒制一款红枣槐花茶，一般是用炭火炒制，炭火可以使锅受热均匀，铸铁锅也有同样的功效。用文火将铸铁锅烧热，倒入300克的槐花，不停地翻拌，颜色从绿变黄。准备几个大枣，将其剪成小丁块。大枣有补血益气、美容养颜的功效。俗话说，一日吃3枣，一辈子不显老。将红枣粒倒入槐花中，继续翻炒，直至槐花中的水分全部烘干至焦黄色。整个的炒制过程是一个非常耐心的活，大约要1个小时左右。降温后的槐花茶放入瓶中，密封保存。闺蜜聚会时来上一杯，非常的清雅。因为槐花采的比较多，下面我们来介绍一种槐花的保鲜和储存方法。在即将开的水中加入1勺盐，倒入清洗过的槐花，大约煮2分钟左右，明显可见花的底部变成翠绿色。将其倒出沥干，放入冷水中浸泡一会儿，既保鲜又使颜色翠绿。抓一把槐花，挤去多余的水分，形成一个球状，并用保鲜膜将其包起，放入冰箱冷冻保存。好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